晚宴，當然係唔少得林婉華師傅為大家表演嘅。咁好，我哋而家喺度請林婉華師傅為我哋表演嘅武當太極劍，大家舉起你哋嘅相機啦！一搞死從點飛走，船在橋底輕快搖，上風雨知多少，半張空過一首歌謠，路上荷花開了。表演咁咧，我都知道嗱，我都講少少俾大家聽。天文台已經公佈咗㗎啦，10點10分會掛8號風球，10點10分。咁咧，所以我哋都盡快希望完成我哋今晚嘅晚宴。